好啦，咁啊嚟到30條嘅位置啦，佢就話咧 consider following the positive integer 啦，記住零唔係 positive 啦，零非 positive 同埋 negative 嘅，OK，咁啊總共有10個數字啦，咁啊掹低啦，跟住俾咗 Q 咧係 SD，P 係 standard deviation 啦，Q 係 mole 啦，R 係 median，咁就 given 咧我哋嘅 mean 係7嘅 ，which of the following 咧就 must be true 嘅。咁第一個選項係 P 大過3，第二個選項 Q 等於5，第三個選項 R 細過7。咁你逐個睇啦 ，mean 係7咧，咁啊逐個加啦。5加5加5加6加9加9加11加13啦，呢度總共有63啦，63加 m 加 n 啦，除10個數字等於7啦，即係 m 加 n 咧係等於7嘅。咁有幾個計成，因為佢係 positive 啦，唔可以等於0啦，所以我哋唔可以試0、7啦，只係可以1、6、2、5、3、4咁樣去試嘅。OK， 3個組合啦。咁我逐個睇咯喎。T 係咪大過3咧？我哋呢個陣間睇，呢個陣間讀機慢慢讀啦。咁 Q 等於5 mole 係咪等於5咧？咁你逐個睇咯喎。當 m 係1嘅時候 ，n 係6，代翻入去最多仍然係5，啱啊。將呢個2、5代入去，喂5依家有4個喎，咁咪仲勁 ，OK？咁啊代3代4入去啦，咁啊毫無幫助嘅，毫無幫助嘅 ，OK？所以2咧係咩情況之下都係啱嘅。第3啦 ，median 一定細過7，咁啊代翻入去啫，1、6嗱本身個 median 喺度啦 ，OK？ 10除2即係5啦，5同6嘅之間因為雙數啦，5同6嘅之間即係1、2、3、4、5、6，5同6嘅之間呢個位咧就係 median 位置啦。1同6代翻入去咧褪咗位喎，9同9褪咗去咗右邊喎 ，OK？ 但係佢嘅 median 就變咗6同9嘅之間啦 ，OK？ 6同6啦，佢就變咗6同6啦，因為兩個9褪咗，一個6塞咗入去啦，佢嘅 median 咧就係6啦 ，median 就係6啦 ，OK？ 2同5塞入去，2同5塞入去咧，佢嘅 median 咧就會褪咗兩個位啦，就係去咗呢度啦。5同6嘅之間一樣係細過7，所以呢個啱。3同4擺入去一樣嘅，都係5同6嘅之間 ，OK？ 3個 median 都係細過7，咁啊第三個啦 ，P 大過3係咪真係㗎？咁你逐個睇咯，mole 1啦，mole 1、mole 4啦喎，咁我哋入啦，5、5、5、6、9、9、11、13，代1同6先啦，1、6 shift 2，喂3.3喎，啱喎 ，OK， 咁啊再代啦，唔好代6啦，代2啊，然之後唔好代1啦，我哋代個5啊。OK，shift 2，哇！咁勁啊，4.22，咁呢個都啱啦。OK，咁我再嚟多個啦。frequency 呢個13，頭先係咪撳錯咗？唔緊要啦。13呢個1，呢個 frequency 係1嚟嘅，呢個 frequency 1嚟嘅。OK， 9呢個啦就代翻3啦，10呢個代翻4啦。OK，shift 2啦。3.13咁我頭先2、5再試多次啦 ，OK， 10呢個代翻5，3呢個代翻2 ，shift 2 3.19都係大過3，呢個永遠啱，所以咧答案就係 D 度 ，OK， 咁就搞掂。